送俾小朋友最好嘅成人禮係乜嘢？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我哋送俾佢禮物唔係話要講幾貴重，更重要嘅係俾佢帶嚟人生同埋生活嘅智慧。成個翡翠題材裏邊，除咗平安扣呢，福瓜同埋福豆呢係前次最推薦嘅。喺翡翠嘅光生件裏邊呢，佢佔住非常重要嘅地位。福瓜嘅呢個題材，除咗佢厚度要夠以外，成個線條要好流暢。佢話俾我哋聽，遵循自然法則，瓜熟蒂落，亦都話俾我哋嘅小朋友聽，你要腳踏實地，內心積累，厚積薄發。如果屋企小朋友係女仔，你希望佢呢好純潔精緻嘅，可以送一啲白冰嘅細福豆。前次呢邊呢做嘅翡翠呢都係高冰種，佢本身翡翠嘅品質、光感、透明度好高，再加上一個精緻嘅設計，就非常之好睇。呢種光感係好舒服嘅，簡約大氣。中意顏色嘅朋友呢，可以送一啲呈綠底，代表生命力量嘅一種福豆。另外呢一款呢，就再大粒啲啲嘅立體雕刻嘅福豆，呢一啲就好啱啦。大人大都非常之好嘅，大朋友都要鼓勵自己，好嘅福報自然會嚟。呢粒嘅福豆就非常之高啦，係高冰種嘅，戴上身就好低調奢華。呢一款就時尚少少嘅錘形嘅福瓜，有好多螺件，呢啲就我哋雕刻師手工雕刻出嚟嘅福豆。前次更希望大家喺我呢度請嘅翡翠，真係可以每一日都陪伴住你。翡翠除咗傳遞我哋嘅愛意以外呢，亦都希望大家戴起嚟更加之好睇。關於小朋友嘅成人禮，你哋又送過乜嘢？不妨喺評論區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。我作為2個仔嘅媽咪，亦都期望呢提早學習，提早準備，關注錢錢請翡翠唔踩坑。